后来，来是刑事局破一件爱情的诈骗案。这个诈骗集团假经纪公司的名义，吸收到网红甲 model， 伫交朋友的网站拐骗到纯情的男性，以交往或者是结婚的名义，强迫对方大量来购买到写真集，来证明到真心，用这种违法的手段赚3200多万。警方这半年来进行3届的搜索，甲主嫌甲16个网红，总共48个人全部起诉，其中有一个是孙安佐的表姐。不要动，所有都不要动。都不要动！警察喊话，叫全部人袂当阁拍电脑，查甫人讲去嘛乖乖啊听话。台北地方法院开的搜索票啊！另外一边，诈骗集团主嫌大所在，警察嘛摕搜索票弄不起。刑事局进前抓到一件骗人感情的诈欺案。桌仔顶真侪本写真集，查某主角穿甲真老，这拢是诈骗集团买收的 model。因伫咧社群平台找共伫纯情的查甫人下手，陪因开讲想要结婚，佮西呢讲阮阿公爱食小卫鲜，想要接广告，爱买100本的写真集试看，或者是讲对方是变仙仔，就爱买写真集证明是你真正爱我，就人去拐605万，非法赚超过3200万，拢总48人去起诉。那期间呢，也会去了解这个被害人他的财力状况，另外也会安排网红来实体见面，然后来培养感情。刑事局伫咧今年4月到9月，拢总进行3摆搜索行动，其中嘛看到网红孙安佐标志，头毛真乱，因为总卖出保金，靠甲真伤心。嘛讲真后悔伫咧社群平台回失咧，毋过上届对心怪，应该是遐人财两失的被害者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